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 Omega，一隻幾有特色嘅手錶嚟嘅。咁呢台就2000年嘅產物啦，比較舊裝少少嘅。不過佢因為有特色啊，所以都幾得人中意。同埋市面上都絕對係少，因為當年其實出到好少啊。3813.50啊，咁就一個就39英尺錶頸，呢隻錶睇落去都好特別啊，因為嗰啲紅色嘅針啊，零舍搶眼嘅。一個就黑色嘅鋼圈啦，咁啊黑色嘅錶面，個錶面其實非常之有特色，有層次感嘅。你見到呢度啦。除出邊呢個拼嘅，咁入邊呢個圈啦，其實個有啲紋嘅，你見有啲紋都做到好靚好細緻嘅。咁啊當然就阿拉伯數目字啦，好似黃爺光咁樣。咁啊6字位就用上一個盤啦，呢個計時10 dial，另外小秒針啊做咗喺呢個9點位，亦都係做到好特別。你見啲針啊都好 match 嘅，咁啊3支就白色嘅針啦，咁另外計時針2支12點位，同埋呢支大個支啦。即係計時針用上紅色1、2、3 3支啦，咁當然啦，日曆亦都做好特別嘅，日曆就係開咗個窗喺3點位，佢有用個梯形去表示嘅，你見到梯形嘅日曆嘅窗啦，黑底係白字，白色嘅框，襯翻個 Omega 嗰個品牌啊，咁另外啊有埋 Omega 嗰個 logo 啊，立體嘅章啦，咁亦都係3點位，一隻做得非常之精緻啊。其實呢隻錶就同 MK40差唔多啦，嗰個都有啲顏色啦，一個就Speedmaster 嘅錶型嘅錶殼啦，咁全部都係咁樣嘅，都做到非常之有流線型啦。一條就好傳統 Omega 舊款嘅帶啦，使用過嘅痕跡啦，物底設計後面有隻海馬，咁呢條帶都係之前嗰啲咁樣操作嘅，係啦，咁落去就 OK 噶啦。咁呢個錶因為都歷史比較舊啲噶，同埋市面上都唔多嘅，所以佢就得張曾經保養嘅紙啊，呢隻2005年保養過嘅，我呢啲錶應該都20幾年㗎啦。咁啊上手睇睇先，上手其實就非常之唔錯。如果你中意啲特色嘅 Speedmaster，呢隻錶係絕對要保留啊！嗱，睇上手都完全係另一個味道啦。咁個面同埋啲色啊都襯得好靚嘅。咁呢錶就有張呢個叫做上行紙啦，13000蚊啦，市面上而家都少有嘅。中意朋友 WhatsApp 我咧，多謝各位。